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asper。新嘅一年祝大家馬到成功，一馬當先，身體健健康康，萬事如意。又翻到新嘅工作崗位上面啦。今期咧 Jasper 同大家帶嚟嘅係位於中山東區 CBD 中心嘅一個項目，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嘅，就係我身後嘅易翠園啦。由香港新鴻基發展商去開發嘅一個項目。咁具有一個跨歷史性嘅時代變革嘅，因為佢從03年到至今咧有20幾年嘅開發歷史啦。總佔地咧500幾畝，分咗5大期去開發啦。依家係賣緊最後一期嘅高層，望景觀無遮擋、開揚，並且係喺中山最中心嘅一個市區嘅位置。咁我接落嚟用航拍去詳細同大家介紹翻周邊嘅配套，同埋每一個樓棟之間值得推介嘅單位同埋面積同埋佢嘅價錢先。咁呢個樓盤咧，佢目前賣緊係5B 期嘅，5B 期咧總共執翻80棟、81棟、82棟同83、84棟呢幾棟。咁目前賣緊嘅係樓王82棟呢個位置，佢全部都係朝翻南向、東南向同埋一個南北對流嘅戶型嘅。咁呢個5B 期嘅佔地面積咧係3.7萬平方米，成個盤咧係有35萬平方米嘅。交樓時間咧係現樓即賣即入住。成個戶數規劃咧係一共584戶，5棟嘅高層，80棟咧總層高咧25層，81棟嘅總層高咧係28層，82棟嘅同埋83棟咧係30層高，84棟咧係29層高。咁目前咧我哋主推係82棟嘅樓王位置，總高係30層嘅。而且咧，佢每一層層高咧係3.15米，成個5B 期嘅容積率咧係1.9，車位咧係做到590個，可以做到1比1嘅一個車位比。物業管理費咧係3蚊2一平方，係無坯交付俾大家，均價係12000蚊到15000蚊不等。當然仲有啲係81棟、80棟嗰啲細面積嘅兩房咧，單價去到咗11000蚊左右。面積分佈咧係有翻86平方。同埋91平方兩房，同埋121平方到123平方三房，呢邊都係朝翻東南向同埋南向。咁我會推薦翻嘅係大面積嘅91平方同埋123平方，因為佢係朝翻南向，可以直接望翻紫馬嶺公園同埋五桂山嘅景觀嘅，同埋城市景觀都好開揚，前後係無遮擋。總價咧僅需100萬出頭，我講緊係100萬出頭就可以買到兩房單位。如果係三房單位咧，可能去到120萬左右咁上下。並且91平方同埋123平方咧，可以兩個打通，變成一個大面積嘅大平層，210幾平方嘅。依家咧，我哋從東門入到嚟咧，就可以睇到我身後呢個就係5B 期啦。5B 期亦都係最後一期在售嘅高層洋房，大家見到得呢5棟。我介紹嗰棟咧，82棟咧就中間呢一棟，呢一棟係樓王位置，前後咧係無遮擋嘅。咁同大家講下佢呢邊嘅位置分佈先。呢度有個好得意嘅圖片，大家過嚟睇下。呢度咧係佢會所嚟嘅，一陣都會入去展示。睇翻呢度，噔，成個5大期都喺呢度啦。咁我哋啱先開頭咧係呢個位置嘅，開頭係5A 期下面嘅營銷中心啦。然之後咧，佢正對面咧就紫馬嶺公園啦，同埋一個紫馬天富嘅商務區，同埋盛景上風嘅直通巴士就係呢個位置，都係行路10分鐘內可以到達嘅。咁我哋啱先咧就從東門入嚟，東門係呢個位置，然之後咧就喺5B 期呢5等嘅一個高層洋房，最後一期在售，前後無遮擋，總價100萬出頭就可以搞掂。我哋依家先睇會所先，會所入去睇個。呢度嘅物業管理費咧會貴那麼少少，3蚊2一個方。正常嘅新樓咧係3蚊1一個方嘅，唔知呢個會所會唔會對外開放？呢度人流比較多嘅，係啦。入到嚟嘅話，呢度物業管理處，會所呢度物業管理處，應該係入面會有啲飯堂啊，或者其他地方，泳池呢啲嘢，好似冇咩展示，得前面有泳池呢度。呢個泳池，但我聞到香味咧，入面應該有食飯嘅地方嘅，係啦。仲有啲姨喺呢度打麻雀啦，見唔見到？幾悠閒嘅退休生活啊！好啦，廢話唔多講，我哋展示園林先。咁入到咗呢個5B 期入面嘅園林咧，其實佢嘅園林唔算大嘅，因為其實佢同其他期咧係隔開，每一期之間咧會有啲綠化帶啊同埋小區道路。咁入到嚟呢個
易翠如非凡5B 期咧，會見到得呢5棟嘢，密度比較低，比較舒服。包括佢樓下呢啲園林建設同埋綠化咧，都有啲公園嘅 feel，因為佢綠化率咧係比較高嘅，亦都唔會感受到有啲咩蚊蚊草草。並且呢啲樹木咧係真係存在生到高嘅情況下，唔會話直接移栽過嚟話好矮啊好矮呢啲，唔會嘅。咁今期重點咧就係82棟。82棟前面兩個則咧就係91平方同埋121平方呢兩個則，係望前面嘅紫麥嶺公園啦，甚至高層再高啲咧，因為總層高咧30層嘅，可以望到一個五桂山，都可以望到成個中山龍脈嘅。咁我哋睇下佢大堂 lobby 先。大堂 lobby 咧呢邊嘅挑高咧，大家望到其實又有6.8米嘅。正常喺市區入面嘅一啲一樓 lobby 啊，都係4-5米咁上下咧，但係呢度去到咗6.8米，係比較豪派少少，係啦。哇！迎面而嚟 ，Old Money 老前鋒，82座下面見唔見到？啲綠化做得真係好好，好似行公園咁嘅呢個位置。但係咧，其實喺介紹之前啊，都講下佢缺點，實用率麻麻地。但係呢度係地段無可複製，喺成個中山東區嚟講，你揾唔到100萬出頭可以買到新樓，並且係望景觀開揚無遮擋噶啦。我哋而家入去睇下，都好多人嚟呢度睇呢度樓，係啊，仲分業主專用 lift 啦。咁我哋依家上翻一個高層去睇翻，去23樓先，總層高30層，2梯4貨設計。OK， 從 lift 位出嚟咧，我哋喺23樓啦，2梯4貨設計。呢度有個01嘅單邊位咧，01嘅係123平方，就咁就晏啲先展示。咁我哋先睇翻呢度先，呢度嘅話會有3伙嘅，分別咧就係一個91平方，呢個咧就121平方，呢個咧就86平方啦。咁我哋睇翻呢個121平方先，係3房2個洗手間設計，見唔見到呢個門牌咧都好有特色。Old Money 入嚟子母門設計無批交付啦，入嚟我右手邊咧就係廚房位置啦。廚房位置深 L 字形設計，然之後咧如果可以嘅話，將呢啲牆身牆幫咗佢擴大呢度，呢度有副露台，哇好大風喎！呢度副露台見唔見到？呢度有個更加大 L 字形，如果真係唔經常煮飯嘅咧，呢度可以留住晾衫啊，都係冇問題嘅。哇！呢個咩嚟㗎？到時候呢度我建議係封窗嚇。目前嘅話望到嘅係成個中山嘅城市景，齋副露台都可以望到啦。你話喺中山東區，即係城區位置啲新盤，邊度話會有咁多景觀俾你睇到咧？極少有。然之後採光面大家都見到幾好。你做咩呢度玻璃嘅？哦，佢交標就係咁嘅，交標會交玻璃俾你，可能係出面嗰啲咧係有贈送面積，佢間住後期咧佢哋交付俾消防嗰邊咧要驗收嘅，所以會間個玻璃俾大家。咁呢度咧就係成個餐廳位置啦，食飯嘅地方啦，大家幻想下。咁如果門入嚟嘅話，呢度咧門後面嘅話，呢度會有個位置咧係 set 一個玄關櫃嘅位置嘅，因為見唔見到門咁平行過嚟。正常你開門嘅話，呢度見個屏風啦，可以唔使俾人哋開門打眼望到屋企全景。呢度咧就係客廳位置啦，客廳呢度 sofa， 然之後呢度個插蘇位咧係擺電視機嘅電視櫃。睇呢個主露台先，南向純南向嘅位置，呢度有個好大型嘅陽台，深度夠深，但係闊度咧慢慢逐漸遞減，係啦呢個位置。然之後睇景觀。開揚，大家睇下呢度，睇出面，哇！成個易翠園之前嘅1、2、3、4期啊，都望晒啦，係啦。然之後咧望到摩天輪，見唔見到？摩天輪同埋紫麥嶺公園，因為今日咧有啲陰天，其實五桂山咧、中山龍脈咧，其實天氣好都可以望到嘅。啊！呢度仲有華潤萬家，呢個位置嘅話，再去翻中山嘅富日城、Coco Park。呢啲咧都係5到6分鐘嘅車程內可以到達，因為就喺後面。然之後咧，城景上風嘅話，因為我哋係喺5B 期，城景上風咧下面咧有直通巴士呢個地方，直通巴士咧往返翻香港係十分之方便嘅。咁咧從5B 期嘅東門出去咧，
都係要3到4分鐘嘅一個車程。我講嘅車程啊，行路可能要10零分鐘。然之後呢個仲有市場，市場咧東門呢度咧就係華人民家啦。咁喺我哋啱先開頭嗰邊咧，南門嗰邊咧係可以對面有紫馬嶺綜合市場嘅，我都會將啲圖片 cap 俾大家睇，包括咧佢嘅一個詳細嘅路程時間。然之後睇翻佢房間格局，呢度有個廁所客廁，呢個客廁咧並唔算大嘅，因為121平方咧佢做3房，呢個洗手間咧都緊湊啲。然之後呢度第一間房啦，第一間房咧係連接翻成個陽台嘅，睇大家後期要唔要封窗或者做大呢間房，再擴建出去，咁呢間房會更加之大。因為我有個同事咧，佢將個陽台減咗，俾佢女間房變大。你知道我講邊個㗎啦？呢度呢間房都係，唔使要咁長陽台，想要更加大嘅房間嘅話，呢啲全部都可以推出去，係啦，因為主導台嗰個都夠大㗎啦，佢慢慢逐漸遞減嘅。但係你呢度房間入面咧，會深度更加深好多。2間房嚇，然之後第3間房主人房，主人房咧套間嚟嘅，呢度咧有個廁所，廁所位置。咁正常入到嚟，佢係轉角位，轉角位先有主人房臥室嘅地方。然之後呢度咧可以 set 一排開個衣櫃，米八床啦。飄窗位置咧，我建議大家利用翻嘅，係啦。目前飄窗咧 AC 位唔可以駁，然之後呢啲欄山咧可以拆嘅。121平方咧，佢嘅面積就大好多。總價咧會貴少少，大概係去到咗150萬左右。當然，我講緊嘅係中高樓層，望個景觀靚嘅 view 嘅。咁如果話你矮啲樓層嘅話，其實140萬、130零萬都有，但係講緊2、3樓啲位置，或者係天地樓層。OK， 咁我依家再睇翻一個91平方先。好啦，我哋依家上翻24樓，睇翻一個2房嘅單位，分別係91平方同埋86平方。咁先睇翻04戶型，就係一個91平方啦。哇，好大幅入嚟，都係子母門設計。大家睇下格局，哇！呢個廚房都大好多，我覺得91平方同121平方差唔多大。然之後咧，呢度咧會有個玻璃位置行出去，再轉過有個 L 型嘅位置，俾大家展示下。哇！呢個91平方會大啲。但係91平方嘅做2房咧就爭少少，除非你話2個人翻嚟住，我覺得2房係啱嘅。呢度有個位置，洗衣機、晾衫。入到嚟嘅話，正常咧呢度食飯地方啦，餐廳、客廳、主露台嘅話就唔算大啦，冇啱先121平方咁大。但係佢望個 view 咧，同啱先121平方一模一樣。呢度91平方總價僅需110萬左右就可以上車啦。首期講緊10零萬啊，月供可能3、4千蚊搞掂啊！大家睇下，景觀都係好開揚，下面就會有翻石岐中心小學啦、華人萬家超市啦，對面咧就紫馬嶺公園啦。反正呢個片區咧配套係十分之成熟嘅，人流都係十分之多。喺呢個片區想揾到市中心物業100萬出頭，並且咧佢嘅開揚程度景觀係極少有。但係佢2房做到一個洗手間嚇，大家注意翻。呢度有個客房，呢個客房係夠大嘅，我覺得比啱先121平方嘅客房仲大。呢度有個洗手間，洗手間都大。OK， 主人房同啱先121平方嘅主臥室咧係一樣大。咁我依家一鏡到底，再睇翻一個86平方先。86平方咧係純東南位，因為呢邊嘅91平方同埋121平方咧係正南向嘅。02戶型咧就係86平方啦。哇！呢個廚房越細面積廚房越大嘅咩？佢入面定係話採光問題？但係佢贈送呢個面積咧就唔算多啦。贈送呢個面積咧就會細少少，但係呢個位置嘅空間都係一樣足夠嘅，即係擺洗衣機啊、晾衫啲地方，呢度就會頂住咗少少。OK， 正常咧就餐廳位。呢個餐廳咧會比啱先所有個餐廳嘅嗰個闊度啊闊多啲㗎，會唔會見到？啱先頂到呢度啫嘛，但係呢度會深啲，呢度就客廳位置。佢望個 view 咧就冇啱先咁開揚啦，就會望到前面有個英聯喜匯嘅4.0，係啦，到時候我都會去拍攝嘅。呢度都好正個位置，因為佢密度咧比較低啲，下次同大家介紹翻。咁呢個陽台咧。哇！佢做到長陽台，比啱先91平方仲出色。
但係咧會有啲風水上面講究，條路會對沖少少，但係咧冇對沖到主陽台，呢個 OK 嘅。然之後前面嘅話有富日城啦、Top Park， 呢度咧就係 Coco Park， 兩個大商場。你呢條路直落去咧就到㗎啦，好近，勁近。入到嚟兩房，呢度有間房啦，細細地嘅客房，都係連接翻成個主露台嘅。呢度有個洗手間，都係一個洗手間，86平方。主人房都係差唔多大細，同每個則一樣。如果揀嘅話，唔在乎景觀情況下咧，我其實推薦86平方。86平方佢有個長露台，91平方咧佢就冇長露台，但係91平方嘅景觀咧就會相對嚟講更加直觀同埋安靜。呢邊咧就睇城市。91平方同埋121平方咧，主要係睇五桂山啦、紫馬嶺公園啦呢啲景觀開揚嘅。咁呢度前面會有一棟嘢遮住，見唔見到？會俾81棟遮住嘅82棟嘅一個86平方。咁呢邊但係佢總價平喎，總價先100萬出頭，100幾萬可以上車啦，首期15萬左右就可以買到。咁再講翻啱先嗰啲條件先，佢呢個位置咧係東區不可複製嘅新房，100萬出頭總價，可以享受到景觀開揚、冇咩遮擋嘅一個屋苑位置，係極少有嘅。喺東區嚟講係揾唔到，並且係配套咁成熟。樓下對面有華潤萬家，周邊嘅商圈充足 ，Coco Park、富日城呢啲全部都喺附近，包括你呢個位置去翻利和廣場啦、萬象匯啦。同埋聖經順豐直通巴士啦，都係十分之近嘅，總價8萬。咁佢缺點咧就係實用率並唔高，首期都係10零萬就可以上車。如果感興趣嘅，可以嗱嗱聲聯繫以上 QR code，去揾到 Jasper， 去同大家去推薦翻、尋找翻更加適合大家嘅一啲樓盤啦，或者係中意呢度嘅，想揾啲更加靚啲嘅樓層同埋朝向同埋面積嘅話，都可以揾我。咁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將我哋視頻咧 share 俾自己嘅親戚朋友啦，給我哋最大嘅動力。如果可以嘅話咧，可以點個 like 或者關注我哋嘅 channel，好嘛？咁今期節目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